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我的夫人贺锦熙女士。他们俩感情真好，哪像传闻里不和呀？你看他们俩对视那眼神，这要是夫妻不和呀，全世界都能和的了。可不是嘛！现在的报社真是什么都敢说，现在要再说他们感情不和啊，我可不信了。我宣布，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酒会正式开始。你好，顾总。哎呀，刘总，祝贺你股票生意大涨啊！借您的吉言，今年的股票还会大涨。好，行，来，谢谢顾总。顾总，哎，顾总，你踏得真漂亮，不愧是书香世家。漂亮。谢谢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来，我敬你。谢谢。贺总好，你好，你的妻子真漂亮，谢谢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去那边敬一下几位元老，好吗？走。哎，西城，要不你自己去吧，我觉得有点累了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等我一下。啊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走。走。琉璃，我求求你了，琉璃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现在就走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不要，你别吓唬我！不要，你醒醒！不要，我求求你醒醒！不要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！不要，我没气脚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不要！小心啊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哎，西城，不要，你醒醒啊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，你醒醒！南宫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南宫，出什么事了？被车撞了。傅博雅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还是不要太伤心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陪他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
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这条手链是不是贺锦熙的呢？南宫琉璃，你居然敢调查我！怎么撞死的不是你呢？这要是让顾西城看到，肯定会跟我离婚的。苏妍希，妍希啊！喂，贺锦熙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没什么呀，我就是想问问看。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很快就会回去的。我怕我再不回去，就会有人喧宾夺主的。贺锦熙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。我回去之前一定会跟你联系，你也做好准备吧。这个苏妍希，不能让她再待在顾家了。那我现在这张脸该怎么回去呢？贺锦熙人还在外地，难道这条手链真的不是他的？是巧合吗？锦熙，走吧。要去哪儿啊？医院。医院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所以我想带你去医院看看傅伯牙。好，走。走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什么？他？哦，那个没有，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不过呢，情况不是太好，他伤得很重，脑部组织受到了严重损害，可能要长时间昏迷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了？原则上可以这么说。医生，只要能让他醒过来，钱不是问题。好吧。